準備啦！3、2、1，Go！ 我哋前面後面啲啊，我哋傳遠啲，傳遠啲。5，哇，好醒啊，揀5啊！5號。係啊，咁5嘅問題係咩咧？出年東江水供港第幾週年啊 ？A 50週年 ，B 60週年 ，C 75週年。答案係 B 60週年係啱嘅，恭喜晒！咁我哋芝麻頭籌攞到1分啦。8號嘅香港最主要嘅食水來源係嚟自邊度咧？話 A 係海水化淡 ，B 係本地雨水 ，C 係東江水。哇，好容易嘅答案係 C 係啱嘅。好嘢喎，犀利喎！好啦，咁我哋要揀下一題咯喎，下一題揀咩好啊？6號嘅6號嘅問題咩咧？哇，水務署吉祥物叫咩名喎？我唔使俾貼士都識啦。A 滴色仔 ，B 曬水魔 ，C 大嘥鬼。答案係咩啊 ？A 係啱嘅，滴色仔頭先都出咗場㗎啦。最後一題我哋不如問埋啦。問埋啦，有埋個體育精神大家想知啊嘛，係啦，慶祝東江水供港60週年嘅活動主題一脈相連。哇，後面嗰4個字係咩咧 ？A 如魚得水 ，B 血濃於水 ，C 飲水思源。答案係咩啊？係啦，啱啦，係飲水思源嘅。犀利喎！但係結果都係打和啊，果然好犀利啊！題都識答喎佢哋。咁點算啊？打和？咁我哋就會有下一個回合啦，我哋仲有下一個遊戲㗎。一個嚇。我哋呢邊好勁啊！相信好，繼續。呼之欲出啊個賽果。我哋唔好放棄啊！我哋要繼續啊！我哋仲有15秒，加油啊！做好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好犀利㗎嘛！加油！喂，在場嘅同學仔同埋朋友家長，幫我哋台上嘅朋友打打氣好冇啊！4、3、2，準備，1、2、3，一脈相連，飲水思源，東江水咧供應比起香港市民咧接近60年，從來都未間斷過，一直支持住我哋香港嘅社會同埋經濟發展，令到香港咧成為一個國際嘅大都會，令到700萬嘅市民咧可以安居樂業。咁大家記得一定要節約用水，培養好良好嘅惜水習慣，一齊努力保護地球嘅水資源。多謝晒咁多位嘉賓同埋咁多位同學仔啊！而家可以先到台下就座啦。